水彩艺术家蒋玉俊向民众分享伊的作品，不管是色彩的选用，或者是画面空间的设计，经过伊的小解，让大家更加了解伊创作的理念。整个让胶带介入这个画面之中之后的话，我会做更多的一个分析，还有取舍，让空间再推得更深远。这摆罗阳文教基金会邀请婚礼的艺术家蒋玉俊举办个人的水彩展览，透过作品传达这一年面对疫情的心情。这个展览卖伫咧西丽延平老街文化馆展览到3月初6。另外，过年时馆内有文化导览的服务，让民众会当知影西丽老街的历史。你只要逛我们云林县的地方文化馆，就盖了6个章，你就可以参加我们的限量抽奖活动。过年民众来到西丽，会当来到延平老街文化馆，欣赏蒋玉俊老师的展览，感受西丽的艺术文化。我是林依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